主人甲，没你的事儿了，出去吧。哼，这进了慎刑司没受皮肉之苦的还真是少见。二皇子特地关照的人，谁敢动这个手？也是。怀儿，他为何要救我？是觉得我还有利用价值吗？小贾，你终于没事了。哥把我吓死了，我以为皇祖母要杀你，把我吓坏了。我看看。11，9先生，赵晨一他是不是把我忘了？太后搜出了证据，是绢花。那绢花我可碰都没碰，直接给了小贾。这件事不是你做的，对吗？我若说不是，殿下会信吗？你是老师的女儿，你说我便信。多谢殿下信任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殿下这样信任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若说他才是蜀手两端、心怀不轨之人，殿下会信我吗？我相信他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原来殿下信我，是因为我是老师的女儿，而殿下信他，却不需要任何理由。我算是看出来，殿下受他蛊惑至深，任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此等话以后莫要再讲。我答应过老师。答应过，你还答应过我会替余家昭雪，替我光明正大的报仇。你可曾做到？对不起。既然殿下不曾做到，那同去平凉府之事，以后也休要再提。杏儿，你若还是要复仇，你自己性命堪忧。余家平反又能如何？不劳四殿下费心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二殿下的这一掌也太狠了。喂，休息几天便好。如此一来，您会武功的事儿就暴露了。不重要，只要丫头平安无事即可。我又经历了一次九死一生。赵晨一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只有努力的发光，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。谢谢你啊。陪着我。对诗你可有偏好？啊，不如我们就做一首跟星辰有关的诗。昨夜星辰，昨夜风，画楼西畔，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心有灵犀，到底是一件很难的事儿。执笔无定，要使血儿宽。要想练好字，手腕要放松。回殿下，小贾姑娘已经平安回去了。殿下，不用跟着我。
甘蔗丝，你可真是铁石心肠，看上去对我那么好，却一点好感度都不甘蔗丝，小贾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在等我吗11殿下，是你啊？怎么了？见到我你不开心吗？没有。跟我来，我要带你看个有意思的东西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啊？跟我来吧，保证让你一扫阴霾，重新开心起来。这是什么？酒吗？这是我母妃教我做的桃花酿，好香啊！我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喜欢拿我母妃做的桃花酿来喝。小11，你才多大，居然偷偷喝酒？怎么了？我堂堂皇子，还喝不得酒吗？再说了，我那不是偷，是光明正大的品尝。我母妃说了，这是她故乡即墨城特有的桃花酿制的，须得和重要的人共饮。哎，对了，11，你说你明天不是还有早课吗？要是喝醉了背不出书来，肯定得挨贵妃娘娘训斥的。那些经史子集，真的好生无趣啊！要我说，还是鲁班书里的神奇记忆更有意思。小贾，我是真心愿意探索那些我不知道的事物，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？11啊，可惜你的好感度我无福消受。你可是堂堂11皇子，怎么会缺陪你上天入海、指导黄龙的小跟班呢？我呀，也有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小贾，想做什么事，我也可以陪着你。哎，11，你看那颗星星好亮啊！你想做的就是摘星星吗？那我就摘下来送你。桃花酿喝着挺甜的，就是后劲儿有点上头啊。11竟然还骗我这酒不醉人。撑住，罗冉冉，撑住，撑住。你混蛋！放肆！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甘蔗丝。说谁呢？我说你没心没肺，你的手给我。我被关起来的时候你不见我，现在我被放出来了，你还是不知道来找我，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？等我干什么？等你安慰我、关心我、哄我。我一定是喝多了，出幻觉了。你现在肯定在屋子里睡觉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你，你给我的好感度一直是那么大大的一个0？你到底是没心没肺还是逗我玩呢？逗你玩？那好感度是什么？你弟弟呼什么呢？大声点儿！
身上用尽了，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喜欢我？我喜欢你，也一直对你好，只是不能让别人知道。猪。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呀，头好疼！我是不是喝断片了？连外衣都没脱。算了，管他呢，接着睡。我为何会梦到云珠姑娘？难道有何渊源？殿下，已查明云竹姑娘没有任何异常，户籍正常，入宫之后与小贾姑娘交好。再就是太后寿宴上献血，并没有其他异常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刚封了妃子，就不知因什么缘由，被打入冷宫了。打入冷宫？啊！你去一趟冷宫，找点人打点一下关系，在里面照应一下。冷宫可不是那么好待的。哎，我们怜香惜玉的四殿下也回来了。云竹是丫头的朋友，我照顾一下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殿下，您看，咱们韩章宫都冷清这么久了，不如今日就传些唱新曲的，咱们。得，我看是你耳朵痒痒想听了吧？还不快去办？是，现在就去。哎，云竹打入冷宫的事情，先不要告诉他，我怕他担心。哦，快去。哎。你来干什么？我？你认识我？四皇子宫里的宝侍卫谁不认识啊？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和云竹娘娘的朋友认识，受她所托来送点东西。哎，东西给我，人可以走了。冷宫可不是谁都能进的。这云竹娘娘过得怎么样？我能不能看一看？不能，东西给我。啊，行吧，那务必交到云竹姑娘的手里。四皇子宫里的人怎么会给冷宫的娘娘送东西呢？不错，这件事情办得很好。大人谬赞了。等到适当的时机，把大理寺的那些人一并除掉。何人？大人，阿武。进来。大人，你为何会回来？为大人送来此物。这是四皇子宫里的那位小宝，送给冷宫里那位娘娘的，被属下给拦了下来。他的人为何会接近他？说是替冷宫娘娘朋友送的。本想慢慢收拾他，没想到竟上赶着逼我出手。
小贾，你怎么刚回来啊？等你半天了。仙儿姑娘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弄完好回来，我当然要来看看你。你看，我还给你带了点心。点心就先不用了，姑娘你直说吧，到底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小贾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朋友的，你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当然要来关心一下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小贾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太后说我谋害太子殿下，二话不说把我关进了慎刑司，还拿走了我的绢花。请问，我是否可以理解成这问题出现在这绢花之上？陆姑娘，这绢花可是四殿下给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没说跟你有关系。仙儿姑娘，你紧张些什么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东西我就不吃了。今天心情不好，就不留您了。您这边请。这个仙儿姑娘一定有问题。那个绢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行，我要找甘蔗寺问个清楚。云竹娘娘，这是大人让我送来的糕点。哦，您可有什么吩咐？若是缺了少了什么，您只管说。我想出去走一走。您最好不要随意走动。云竹娘娘，若是有什么事情，小的愿意为您效劳。那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在永延宫当差的路人甲。是，此等小事，我一定办到。小贾，大人，这是娘娘，这是云竹姑娘刚刚让我带给路人甲的信。一言难尽，我被打入了冷宫。小贾，我想见你，你能来见我一面吗？都已经身在冷宫了，还想着找什么小贾小乙的？大人，不是，你回头告诉他，就说信已经送到陆姑娘手中了。是。伏击失败，但打中了化工伞。化工伞，你们做得很好，先回去吧。是。小宝，小贾姑娘，哎，四殿下呢？不巧，殿下外出有事未归。未归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可有急事？我帮你转告啊。算了，我还是亲自跟他说吧。嗯，你回去吧。哦。绢花这个事情，我一定要亲自找他问清楚。徐大人，都给我过来！快点，快点！徐大人，冷宫里面缺衣少物的，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来，你看看，喜不喜欢？来来来，徐大人，我不明白。冷宫里的条件实在太辛苦了，我不想看到你受苦，你也不应该在这里受苦。殿下，慢点，殿下，殿下，怎么受了如此重的伤？
今夜密会阮大人，盼能早日复起。上次弹劾徐有正，阮大人是被盯上了。阮大人是被我连累的，恐怕凶多吉少。您受了如此重的伤，我去换太医。不行，你若把太医换来，我这伤势从何而来啊？殿下，您这伤恐怕殿内现有的药无法根治啊。无碍，你去拿药。是。还有，去唐安阁告诉他们，我今日无法赴约。快去。明白。花公子，你看，就是他。啊，怎么了？他被关进石行寺，一点伤都没有。不会吧？殿下今日似是大好了。辛苦你多日照顾我了。殿下说哪里话？照顾殿下是臣妾应该做的。这么多药材，怎么没人帮他？那是陆姑娘，她已经被放出来了。定是皇祖母明鉴，已查明小贾清白无辜。臣妾倒是听闻十一弟每日在永安宫软磨硬泡，想来是太后耐不住了，才将小贾放了出来。去将小贾请过来吧，我这副身子还是得靠他调理。嗯。姑娘，娘娘叫您过去。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太子妃娘娘。不必多礼，你站这么远干什么？快坐吧。可是我们夫妻二人，相信你不是那等卑劣之人。快擦擦眼泪，为殿下诊脉吧。来。这么一对心地善良的鄙人，该怎么报答他们呢？太子殿下如今的症状与先前无二，还是气血亏损，想必这也是他们多年子嗣单薄的原因吧。小贾姑娘，可是有什么好消息？殿下，您的身体已无大碍，只要好好静养就好。不过，奴婢想斗胆问一句，太子殿下，您是否至今子嗣不丰啊？这正是我和阿慧多年的遗憾。有了。不过二位请放心，您的身体大有好转，娘娘也正值青春年少，只要二位能好好配合我，必定能喜得贵子。当真？殿下。甚好。二位既然如此相信我，我必定不会辜负二位的希望。不过娘娘，您也要配合我一二，这子嗣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陆姑娘，给我瞧瞧。太子妃娘娘，您就别叫我陆姑娘了，叫我小贾吧。殿下，来，喝药。
殿下，当真不找太医来看吗？已经3天了，伤口并未静好啊。不用。您若是不放心，不如我去找下贾姑娘。不能把她也牵扯进来。外面情况如何？这2日照例说您偶感不适，跟礼部告了假，陛下如常没有过问。徐贼那边暂时没有消息。如此甚好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丫头，这华宫散，就是你也治不了。奴婢见过娘娘。人带来了吗？回娘娘，就在殿外。把她带进来吧。是。进来吧。奴婢拜见皇后娘娘。抬起头来。小模样倒是挺标致的。奴婢惶恐。怕什么？本宫又不会吃了你。本宫觉得你极为面善，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？奴婢怎么能入皇后娘娘的眼？你跟本宫认识的一位妇人有些像，那位妇人夫家姓于，不必妄自菲薄。姑娘模样生得好看，只是这头上有些素净。娘娘，这绢花，这绢花太素净了，本宫送你2只金钗。怎么舍不得这朵绢花吗？还是说这绢花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皇后娘娘误会了，这绢花没什么特别。你说，若是老四在暗中庇护余家余孽之事被陛下知晓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来，本宫说了，绝对不会害你。唉，那余家也是苦命的人家。娘娘想要什么？这话说的，本宫能图你什么？小丫头防备心还挺重，本宫只是可怜你而已。本宫助你一臂之力，如何？你以为你做的手脚，本宫能查到，太后会查不到，老四会不知道，到时候没人能护着你。老四若也不能帮你，你要怎么做？皇后娘娘，不如考虑一下跟本宫合作吧。小贾姑娘，四殿下回来了没有啊？哎，不是我不让小贾姑娘进去，是四殿下他不见任何人。怎么一股子药味儿？是他不见任何人啊，还是只针对我？哎，不，小贾姑娘误会，是他一个人都不见。行，不见就不见，本姑娘还不伺候了呢。走啦。好你个甘蔗丝，还敢不见我！哦，好香啊！这端的是人参炖鸡吧？等一下，说到香味，刚刚小宝身上的那是什么味儿啊？好像是干地黄、续断还有半夏。小宝这么活蹦乱跳的，那难道是？
甘蔗寺。殿下，您醒了。小贾姑娘来过几次，我看她这么关心您，要不就让她进来看看吧。不可。那群黑衣人的身份我也知晓，徐若桢现在对我毫无顾忌，此事把丫头牵扯进来过于危险。可是，再不好好治伤，有危险的就是您啊！我无碍，过几日便好。应该又是小贾姑娘。去把她大夫揍好。是。回来。哎，温柔一些。是。小贾姑娘。哎，四殿下是不是在里面？殿下在里面，不见客。请。好啊，你们！之前天天说想我，现在说不见就不见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那你跟我实话实说，他是不是受伤了？不能说。我的小宝。搞什么啊？小贾姑娘，你推我干嘛？还跑挺快！哎，站住！哎，殿下，我拦不住啊，殿下！